你每日出完街返到屋企，打開大門，第一件事係做啲咩？冇錯，就係將你對鞋踩落去門口嗰塊地氈度，用力咁捽幾下，將鞋底啲泥沙同埋灰塵揩走，然後先至換拖鞋行入屋。呢個動作你可能做咗幾十年，日日如是，完全覺得順理成章，根本唔會去深究。但係你有冇真係認真低頭望過你日日踩住嘅嗰塊大門地氈究竟係咩顏色、咩圖案？好多人辛辛苦苦儲大半世錢買層樓，花幾十萬去裝修客廳，甚至乎花幾萬蚊去買啲水晶洞、風水擺設放喺屋企，但就偏偏去10蚊店或者街邊隨便買一塊平價地氈吊喺大門口，由得佢日踩夜踩，又污糟又殘，舊甩色甩到一忽忽都唔去換我。今日毫不客氣咁話俾你知，你屋企成日無端端破大財，左手攞糧，右手交租，每個月啲錢好似流水咁流唔住，甚至乎屋企人成日輪住病，極大可能就係你腳下呢塊唔起眼嘅地氈出咗致命嘅大錯。大門喺我哋傳統風水學入面被稱為全屋嘅納氣之口，亦即係財神喉嚨。財神爺、貴人、好運氣，全部都係由大門行入去你間屋嘅。而大門口嗰塊地氈就係你屋企嘅第一道風水過濾網。如果你用錯咗顏色，呢塊地氈就會由一塊普通嘅布變成一個漏財黑洞。你每日出出入入踩上去就叫做踩一日漏一日，踩得越耐窮得越耐。財神爺一去到你門口見到呢啲破財嘅顏色，感受到嗰股散財嘅煞氣，即刻掩住個鼻掉頭就走。你話你點會發達？我今日會同你拆得清清楚楚，點明大門地氈絕對唔可以用嘅3大奪命破財色。如果你屋企咁啱中咗招，聽日一早唔理塊地氈原本有幾貴，即刻同我掟落垃圾站，千萬唔好心軟，換啱顏色，下半年財運大反轉，豬籠入水旺到爆。想徹底截斷屋企漏財氣場嘅朋友，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破除霉運豬籠入水8個大字，向宇宙發出你最強烈嘅轉運信號，我哋馬上為你拆解第一隻千萬不能用嘅破財色。究竟係咩？第一種破財色，亦都係全香港甚至全世界80%家庭都會犯嘅致命錯誤，就係極度深沉嘅純黑色或者暗灰色地氈。你去問下身邊啲師奶或者負責打理家務嘅老人家，點解大門口要鋪一塊黑色地氈？10個有9個都會答你，因為襟污糟咯，幾個月唔洗都睇唔出有幾多灰塵嘛。聽到呢個答案，我真係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同時又覺得好心痛。你以為你喺度慳水慳力，其實你係喺度賭錢落海。喺五行同色彩風水入面，純黑色係代表極陰之色，象徵住沉寂寒冷無底深淵嘅氣息。我哋屋企嘅大門係需要陽氣生氣同埋光明嘅磁場，先至可以將財神爺引入屋。你放一塊純黑或者極暗嘅灰色地氈喺大門口，就好似喺屋企門口人為咁整咗個無底黑洞。呢個黑洞唔單止會吸走街外面嘅灰塵，仲會將出面嘅衰氣、病氣、小人嘅怨氣通通食晒。你試下諗下，你每日出門口去過人多擠迫嘅街市，去過充滿病痛嘅醫院，行過污糟邋遢嘅後巷，你鞋底沾滿咗無數嘅陰氣同煞氣。當你返到屋企踩喺呢塊黑色地氈上面，因為黑色本身就係吸納陰氣嘅最佳載體，佢會將你鞋底嘅負能量全部照收唔誤，然後慢慢喺你大門口越積越重。你日日踩住呢個陰氣黑洞入屋，第一個中招嘅就係屋企男主人嘅事業運。男主人喺出面做嘢會莫名其妙遇到好多樽頸位，明明傾好嘅生意會突然取消，升職加薪永遠無佢份，仲要成日幫同事或者老細孭黑鑊。其次受影響嘅就係屋企老人家嘅健康，極容易有關節痛、腰酸背痛或者腎臟方面嘅暗病。因為黑色屬水，水氣太寒會傷骨。財神爺最曾意光猛喜慶嘅地方，一見到你門口咁陰沉咁死氣沉沉，直頭連望都唔想望就兜路走。尤其如果你屋企大門本身就係向北，正北方位五行屬水，再疊一塊黑色地氈，就叫做水旺冇王管，多到失控。唔單止財氣會好似流水咁一瀉到底，留都留唔住，仲會招惹爛桃花同埋小人是非。屋企人成日失眠發噩夢，半夜瞓瞓下無端端醒，總覺得屋企有啲凍冰冰，其實就係門口陰氣太重，慢慢滲咗入屋。我曾經去過一個做運輸生意嘅客人家睇風水，
佢手下10幾架貨車，呢半年無端端接二連三出小意外，唔係整親司機就係撞車賠錢，生意額跌咗30%，仲惹上咗官非。我一出我哋見到佢大門口鋪住塊又大又厚嘅深黑色地氈，大門剛好向北，我就即刻揾到病源。我同佢老婆講，呢塊地氈就係你屋企嘅陰氣孔，日日將街外嘅衰氣同血光煞吸晒入屋，車隊又點會平安？我叫佢即日將黑地氈掟咗，換一塊深啡色嘅地氈底，按規矩擺好5帝錢。結果唔夠1個月，佢老公單官司奇蹟和解，仲接到咗個長期合作嘅大訂單，車隊都順風順水，連小插碰都少咗好多。所以屋企用緊黑地氈或者深灰地氈嘅朋友，你唔好理塊地氈有幾新，質地有幾好，即刻換。你要襟污糟定係要窮到甩？呢個選擇題好簡單，為咗全家人嘅財運同健康，呢啲小錢絕對唔慳得。講完黑色，我哋嚟講第二種破財色。呢種顏色近年嚟非常之受年輕人歡迎，但其實殺傷力極大，就係純白色或者顏色極度淺白米白嘅地氈。而家好多人寵意搞咩北歐風極簡主義，將屋企裝到白雪雪，成間好似北歐雪屋咁，連大門口都要擺一塊純白色或者印住極簡英文字嘅淺色毛毛地氈，覺得咁樣先叫有品味有高級感。但係喺我哋中國傳統風水學上，大門口鋪白地氈係極度唔吉利嘅大忌。大家用常識諗下，白色喺我哋傳統文化入面代表咩？代表白事，代表數福，代表悲傷同埋流失。大門口係迎吉接福嘅喜慶之地，你一開門就見白，喺風水意象上就叫做一窮二白。更加致命嘅係淺色地氈極度容易污糟。你踩2-3日，外面嘅泥沙、黑色嘅鞋印就會喺白地氈上面現晒形，變成一笪笪極之顯眼嘅污漬。喺風水學入面，呢個現象叫做白布掩墨，明沾污名。大門口代表一家人嘅面子同名聲，你日日俾人睇住，門口一笪笪黑泥印，代表你屋企極容易招惹是非同官非，出面會有好多小人喺背後中傷你、屈你、陷害你，搞到俾人講到臭晒。用白地氈嘅屋企財運多數都會變成過路財神，你看似每個月賺到唔少錢，表面風光，但轉個頭就會因為各種無端端嘅意外、突如其來嘅罰款、被朋友呃錢或者屋企人出事，需要大筆醫藥費，搞到啲錢好似倒水咁流走，最後真係應驗咗一場空。特別係做生意或者做管理層嘅朋友，如果你屋企門口用白色地氈，你嘅下屬或者合作夥伴好容易會背叛你，令你辛辛苦苦打拼翻嚟嘅事業版圖轉眼就散晒。好多人會問，大師啊，西同西北方位屬金，白色係金氣，唔係應該旺財咩？我同你講，呢個就係一知半解最害人。正西西北屬金，白色確實助金氣，但普通人根本 hold 唔住咁強嘅金氣。金氣太肅殺，首先會克傷家人嘅健康，尤其係肝同手腳容易整傷，容易有呼吸道毛病。其次，金主意氣，你金氣太旺就會成日俾人借錢唔還，俾合夥人呃錢。朋友有難第一時間揾你，你有難就走得快，好世界最後剩翻你自己蝕底。我前2年有個做新媒體嘅後生仔，客人租咗個新公寓，裝成而家最興嘅奶油風。大門口鋪咗塊網紅款純白色毛毛地氈，影相確實好睇，但係搬入去半年佢就接二連三出事。首先俾同事督背脊搶功勞，辛辛苦苦做嘅項目人哋坐享其成，然後又被合作方走數，佣金冇咗幾萬，仲成日感冒咳嗽，睇醫生都睇唔好。佢揾我睇嘅時候，我一入門口見到塊白地氈就搖頭，叫佢即刻換塊暗紅色嘅，將毛毛地氈掟咗佢。結果換咗唔夠2個月，佢就升咗職，加咗人工，身體都順翻好多，連咳都唔咳咗。所以千萬唔好為咗所謂嘅表面靚或者外國潮流而犧牲自己嘅真金白銀。風水佈局講求嘅係順應天地磁場，大門口需要嘅係穩重同喜氣，絕對唔係慘淡嘅純白。第3種大門地氈絕對不能碰嘅破財色，唔單止講緊顏色，仲包括圖案。就係嗰啲亂晒龍尖角林立、花哩花碌嘅抽象圖案地氈。有啲人覺得純色太單調，又或者覺得黑色白色唔好，就走去買啲圖案極度複雜、幾十隻顏色溝埋一齊，甚至係充滿三角形、菱形、尖刺形狀嘅抽象派地氈。
覺得咁樣好特別，好有藝術感。我今日好篤定咁話，你知呢種地氈係摧毀你家庭和睦同埋積聚財富嘅終極殺手。風水最講求嘅核心原則係咩？係氣場平穩，藏風聚氣。大門口作為進氣口，氣流需要平緩順暢咁流過你門口塊地氈，花哩花碌，顏色衝突極大，仲充滿住尖角。呢啲喺風水上統稱為刑煞。當宇宙間嘅財氣、吉氣、貴人氣場一去到你門口準備行入去嘅時候，一遇到呢啲密密麻麻嘅尖角同混亂色彩，就好似撞落一個滿布刀片嘅絞肉機度，啲財氣瞬間被割到碎晒，根本無法完整咁入到你屋企。財氣入唔到屋，你點樣發達？每一個尖角圖案都等於一把無形嘅小刀，日日對住入屋嘅人，呢個就係尖角煞。長期踩呢種地氈，屋企人好容易有血光之災，唔係整傷手腳、整損頭就係生瘡，要開刀做小手術，小病小痛斷唔到尾。仲有啲地氈印住猛獸、骷髏頭、詭異人臉，呢啲更加碰唔得。猛獸招煞氣，詭異圖案招陰氣放喺門口，等於開門引賊入屋，將衰氣全部請入屋。仲有啲後生仔咧，寵意買好多卡通小人圖案嘅，覺得得意。殊不知小人圖案就招小人日日踩住入屋，自然是非小人特別多。大門口磁場混亂，最直接最快顯現嘅惡果就係全家人嘅脾氣會變得極度暴躁同埋無耐性，因為刑煞會擾亂人嘅腦電波同情緒磁場。兩公婆一返到屋企踩過塊花哩花碌嘅地氈，心情就會莫名其妙咁煩躁，入門口連鞋都未除好，就已經為咗啲芝麻綠豆嘅小事大嘈大鬧。仔女一返屋企就即刻鎖埋房門，唔願意識老豆老母講嘢。正所謂家衰口不停，一個日日充滿爭吵、怨氣沖天嘅家庭，財神爺就算真係入咗屋，都會被你哋啲鬧交聲嚇走。你越係用呢種花巧嘅地氈，你嘅財政狀況就會越混亂。今日增卡數，聽日交唔起保費，到處欠債，條數點計都計唔清，最後搞到頭都大埋大門地氈。最忌花巧，越花巧越破財。呢個係鐵一般嘅定律。我之前有個客，兩公婆本來感情好好，搬咗新屋之後就日日嗌交，細到牙膏點劑碗邊個洗都可以嘈。大鑊仔女又叛逆唔聽話，屋企日日戰火連天。佢哋以為係7年之癢，揾我睇夫妻宮。結果我一去到佢哋門口就見到塊黑白幾何尖角地氈，圖案嚟到好似刀片。我同佢哋講，唔關你哋感情事，係塊地氈搞亂咗屋企氣場。佢哋半信半疑，換咗塊純色啡色地氈。結果半個月度，兩公婆就話屋企靜咗好多，返屋企心情都舒服咗，仔女都願意出廳同佢哋睇電視。你睇就係一塊幾十蚊嘅地氈，就可以搞到屋企雞犬不寧，千祈唔好睇小。講完呢三大破財式，好多老友記可能已經急不及待，想衝去大門口，將嗰塊累人累物嘅舊地氈掟出大門外。掟係一定要掟嘅。但係掟完之後換翻個咩顏色，點樣佈置先至可以真正做到豬籠入水、扭轉乾坤呢？大家唔使急，我一早講過，我嘅片從來都唔係淨係識得指出問題，我一定會俾最完美、最能幫你發財嘅解決方案。你大師而家就教你風水學上最正宗、最聚財嘅迎財地氈點樣揀，而且我仲會免費送一個極度靈驗嘅暗中吸金大陣俾大家。做完之後，下半年運氣好到你唔信。首先，大門地氈究竟應該揀咩顏色？好多人聽完前面就會問大師啊，你話黑色唔得，白色唔得，花嘅又唔得，咁到底咩顏色先至啱？係咪全部人都用紅色就得？唔係咁死板嘅。最穩陣、最能催旺陽氣同生氣嘅，一定係大紅色或者暗紅色。中國人幾千年來嘅傳統智慧，開門見鴻運當頭，呢個絕對唔係迷信。而係色彩能量學，紅色代表火，火代表熱情、動力、喜慶同埋繁榮。大門口鋪一塊紅色地氈，可以消盡一切從外面帶返嚟嘅陰氣、霉氣同衰氣，同時將吉氣無限放大引入屋內。你每日踩住紅色入屋，就等於步步高升，將最旺盛嘅生命力帶俾全家人。如果你覺得大紅色太過搶眼，或者同你屋企嘅裝修風格真係極度唔夾，咁你嘅第二個最佳選擇就係深啡色或者格式啡色。五行屬土，土能生金夠穩陣，載得住大財。啡色地氈有一種穩如泰山、孕育財富嘅磁場，非常適合想穩穩陣陣守住財富、慢慢積聚大筆財富嘅家庭。
記住地氈圖案越簡單越好，最好係純色或者帶有簡單圓潤嘅吉祥圖案，例如銅錢紋、如意紋。千萬唔好有任何尖角或者奇怪嘅動物圖案，但係想效果最好，仲要配合你屋企大門嘅朝向來揀。五行相生，旺得最快，唔好亂買。你而家即刻諗下，你屋企大門係朝邊個方向？唔知嘅話，出門口打開手機指南針就得，好簡單。如果大門向東、向東南呢兩個方位五行屬木，最啱就係綠色、青色地氈，木氣夠旺，催事業同文昌仔女讀書都會專心啲。次選就係深藍色水生木一樣旺，千祈唔好揀純白色、金色、金黑木，會越踩越衰。如果大門向南屬火，首選大紅色、紫紅色，火夠旺，貴人多，人緣好，做生意嘅客似雲來。次選綠色木生火，越燒越旺，忌黑色、深藍色水黑火，會消滅你嘅財運。如果大門向西，向西北屬金，首選米黃色、淺啡色土生金，穩陣聚財。次選金色、米白色，但普通人唔建議用純白，太散忌。大紅色火黑金會溶掉你嘅財氣。如果大門向東北、向西南屬土，首選深啡色、土黃色，土氣夠厚，家庭和睦，夫妻感情穩，聚財能力最強。次選紅色火生土都得，忌綠色、青色木黑土會鏟平你嘅財富。如果大門向北屬水，首選深啡色、黃色土黑水，守住財氣唔俾佢流走。次選白色、金色，但同樣普通人好唔注意，容易財來財去。忌純黑色水太旺，一射到底。揀啱顏色之後，仲有幾個細節一定要注意，唔好買返嚟隨便一鋪就當數。第一，尺寸要啱，地氈闊度一定要同大門差唔多，最好微微闊過門口，唔可以窄過門口。窄過門口等於財口收窄，入到屋嘅財氣就少一截。太闊出晒邊都唔好氣散，長度剛好踩到換鞋就得，唔好太長。第二，材質要揀對，首選短毛密實嘅圈絨地氈，或者防滑橡膠底嘅穩陣藏污少。千祈唔好買長毛掉毛嘅，長毛最容易藏陰氣同灰塵，越踩越壯，霉氣越積越多。亦都唔好買太滑嘅塑膠地氈，站不穩等於財運不穩啊。第三，一定要擺正。地氈要放得正正方方，唔好歪歪扭扭，歪咗等於財氣，歪咗入屋都係歪氣。唔好反過嚟鋪，圖案倒轉等於財運倒轉。地氈邊唔好捲起嚟，捲邊等於財富，捲邊漏財。捲咗就要即刻整翻平，爛咗就換。第四，勤洗勤換地氈，最多2個禮拜就要洗一次。裝咗發黑有異味就要即刻換。好多人一塊地氈用1年踩到黑晒都唔洗，等於日日將街外嘅衰氣帶入屋。財神見到都走洗地氈，最好揀上午9點到11點，陽氣最盛嘅時候，洗晒夠太陽，殺菌又驅陰。千祈唔好夜晚洗陰濕乾唔透，聚陰氣。買咗新嘅招財地氈返嚟，你千萬唔好就咁隨便擺落去。就算重點來啦，大師而家教你一招蘇派秘傳嘅地氈底五帝錢聚財嗰陣，呢個陣法看似簡單，但威力無窮。好多人都聽過五帝錢，但10個有9個都擺錯。擺錯唔單止唔招財，仲會散財。今日我教你最正宗嘅擺法，聽清楚啊，一步都唔好錯。首先，你去買1寸真正開過光嘅純銅五帝錢，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5個朝代嘅，一定要完整冇破損。如果真係揾唔到五帝錢，準備8個洗得乾乾淨淨、立立令嘅1蚊硬幣都可以擺嘅時候，你要站喺屋入面，面向大門外面，由你嘅左手邊到右手邊按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嘅順序一字排開，唔好亂，唔好倒轉。然後最關鍵嘅細節，銅錢有漢字嘅一面一定要朝上字頭，即係皇帝名號嘅頂部要指向屋入面，字腳指向門外，呢個先叫招財入屋。如果你擺到字頭向外，就變成送錢出門口，越擺越窮。千祈唔好搞錯，擺好之後可以用少少透明膠輕輕固定喺地下，防止踩嚟踩去移位，然後再鋪新地氈上去，完全遮住，唔好俾人見到。風水講求財不露白，越隱蔽嘅財局，聚財嘅能力就越強大。呢個陣法就叫做步步踏金，暗結財網。外面嘅人或者親戚朋友上嚟拜訪，肉眼係完全見唔到地氈底嘅秘密。你同你嘅家人每日出出入入雙腳踩喺地氈上面，其實就係踩住真金白銀出入地底嘅金氣同財氣，會透過你嘅腳底湧泉，越直衝上你嘅全身，打通你嘅財運經脈。
下半年正財步步高升，打工嘅受老細賞識，做生意嘅客似雲來，偏財橫財更加係源源不絕，投資得利，連平時最黑仔嘅人都係迎來大翻身。仲有個進階小技巧，喺地氈4個角各放一小包粗鹽，用紅紙包住粗鹽，可以化煞淨化，將街外帶翻嚟嘅衰氣病氣全部擋喺門口，正氣入屋，財氣先留得住。講完地氈本身，仲有幾樣大門口嘅常見漏財細節，好多人日日做都唔知，今日一併同你講晒。一次過執好門口風水，唔好俾啲小細節拖垮你嘅財運。第一樣鞋嘅擺放，好多人返到屋企，鞋一踢就亂擺喺門口，鞋頭對住屋入面。你知唔知鞋係踩過街外嘅，帶住好多雜氣衰氣，鞋頭向屋入面，等於將衰氣帶入屋。正確嘅擺法係鞋頭統一向外放喺鞋櫃入面，唔好擺喺門口露出嚟。鞋櫃一定要有門，唔好開風食露晒啲鞋，等於露晒衰氣。仲有舊鞋、爛鞋、唔着嘅鞋，即刻掟咗佢，唔好塞喺鞋櫃度堆住舊鞋帶、舊煤氣，越堆越窮。第二樣，門口堆雜物，好多人逞意將雨傘、單車、快遞箱雜物全部堆喺大門口，塞到滿滿地。大門口係納氣口，等於一個人嘅喉嚨，你塞住個喉嚨，氣都入唔到，財氣又點入到屋？雜物堆得越多，財氣入得越少，仲會積陰招小人。所以門口一定要乾乾淨淨，除咗地氈同鞋櫃，乜都唔好放。我有個做開網店嘅客人，門口成日堆住快遞箱，生意一直唔拖唔水。聽我講清走晒雜物之後，半個月就接到咗個大批發單，生意即刻翻咗倍。第三樣，門口放垃圾桶，好多人為咗方便，將垃圾桶放喺大門旁邊，一開門就見到垃圾桶係承載晦氣嘅，對着大門口，等於財神一嚟就聞到臭味，即刻掉頭走。垃圾桶一定要放喺廚房或者廁所門口，千祈唔好放大門旁邊。第四樣，門口燈壞咗唔換大門口，一定要光猛，燈要亮，代表前途光明，財神先睇到路入你屋。如果門口燈閃下閃下或者壞咗唔着，代表前路昏暗，財運暗淡，仲會招陰，壞咗即刻換。最好用暖黃色嘅燈，陽氣足聚財，效果更好。各位朋友，風水真係唔係咩迷信，佢係一門教我哋點樣利用環境磁場去改善生活趨吉避凶嘅大智慧。一塊區區幾十蚊嘅大門地氈，睇落微不足道，但佢正正就係你全家風水運勢嘅入門第一關。你換走嘅唔單止係一塊爛布，而係換走全家人嘅衰氣、病氣同埋漏財嘅厄運。你鋪上去嘅唔單止係一塊新地氈，而係為你同你嘅伴侶仔女鋪平咗一條通往下半年大富大貴、豬籠入水嘅光明大路。我講得咁用心、咁肉緊語氣，時而嚴厲，時而溫暖，全部都係因為我真心希望睇到呢條影片嘅每一個你都可以過上無憂無慮，唔需要再為金錢頻撲嘅好日子。我強烈建議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千萬唔好得個聽字。聽日一早即刻去檢查屋企大門口，更加重要嘅係，你一定要即刻點擊分享按鈕，將呢條充滿財富密碼嘅影片轉發去你嘅 WhatsApp 家族群組，或者親自發俾你嘅父母、仔女同埋兄弟姊妹睇。點解一定要逼佢哋睇？因為好多老人家或者後生仔真係唔識呢啲秘技，佢哋可能為咗慳幾十蚊，日日喺度踩住個破財黑洞都唔知你轉發俾佢哋。提醒佢哋換地氈，教佢哋喺地氈底放5帝錢，就等於幫佢哋截斷漏財嘅根源，幫佢哋保住個飯碗同健康。你幫屋企人掃走衰氣，等佢哋個個都賺到錢，身體健康，你嘅晚年先至可以真正印印腳享清福。呢種無私嘅為屋企人好嘅積德行善舉動，上天一定會睇得清清楚楚，因果循環。你送出平安同財富嘅祝福，宇宙最終一定會將10倍、100倍嘅橫財同好運賜俾你，令你家族興旺積大德。如果你覺得我今日對大門風水嘅拆解真係一針見血，令你一下子醒晒，及出嘅化解大招真係簡單實用，而且俾到你極大嘅希望同安全感，請你即刻點擊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同埋一定要打開旁邊嘅小鈴鐺，加入我哋呢個充滿正能量同財富智慧嘅大家庭。我呢個頻道專門講真正有用可以落地嘅玄學風水知識，唔講虛嘅，唔講廢話。
以後仲會同大家講玄關財位點佈置鞋櫃、風水禁忌、手機號、招財密碼、辦公室避坑大法，全部都係可以直接用嘅乾貨。訂閱咗開咗鈴鐺，以後每逢有更多真正幫你扭轉乾坤、趨吉避凶嘅玄學大招，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通知，保證你喺未來嘅人生路上避開所有破財陷阱，事事順利，逢凶化吉。最後，我想請所有睇緊呢條影片嘅朋友，用你最感恩、最渴望改變現狀、迎接富貴嘅心，喺評論區打出破除霉運、豬籠入水、旺到飛起呢12個大字，每一個留言都係你向宇宙財富寶庫發出嘅一份強烈申請表，亦都係你正式斬晒過去衰運、啟動吸財磁場嘅神聖宣言。我會親自喺後台仔細睇大家嘅每一條留言，為每一位認真祈願嘅朋友點讚加持，將最強大、最純正嘅招財旺氣送俾你哋每一位。記住，睇完片唔好拖，24小時之內就去檢查去換，越快手行動，霉氣走得越快，財運嚟得越早。而家即刻暫停條片，行去大門口望一眼，睇下你屋企塊地氈中唔中招。祝願大家由聽日換地氈嗰一刻開始，霉運全消，大門常開迎，百福正財偏財齊齊爆發，一家人齊齊整整，健康長壽，富貴榮華。多謝大家嘅耐心收睇同支持，我哋下期節目再為大家拆解更多風水天機，祝大家發大財，下次